早7點機，得60號閘口附近嘅環亞貴賓室可以去。食啲嘢頂下肚啦，不過就唔好食，又好眼瞓啊！今次只係去4日，主要喺喇叭玩，生日 hea 下咯，同埋想浮潛睇海龜。落機就搭的士去賴翔島酒店擺低行李，再去食呢間嘅哈哈飯。呢幾日啲天氣好唔穩定啊，因為打10號風，一嚟到勁曬勁熱。呢間哈哈飯冇古雨嚟島嗰間咁好食，啲蒜蓉炸到有陣苦味。食完飯就一大片烏雲吹緊過嚟，風都大咗。喺賴翔島行下 hea 到3點，酒店 check in 再補眠。想食幸福 pancake， 不過要排隊就費事啦。呢間嘅雪糕好好味啊，少少鹽味，冇咁流。食完雪糕就風雲變色啦，開始落狗屎啦。唯有再揾另一間餐廳避雨。呢啲沖繩冬甩呢，新鮮熱食都幾好味嘅。驟雨過後又出太陽，跟住又好熱啦。酒店樓下呢，有呢部汽水機，呢支沖繩限定嘅金骨茶呢，唔係部部機都有。訂咗呢間 Storyline 酒店，2024年新開嘅，評價都幾高，大約1500啦，包早餐，間房都好大。賴翔島都冇咩好行啊，所以2點幾呢就返酒店睇下有冇得早啲上房。好彩都俾早上房嘅，可以瞓下覺先。喺日本嚟講，要有大嘅酒店房又唔貴呢，似乎得沖繩先有。接近傍晚呢，就上頂樓嘅泳池，諗住睇住日落嚟游水。呢邊係溫泉，但係啲水唔係好熱。另一邊就泳池。陰天多雲，而且頂樓好食風啊！玩咗陣水就閃啦。呢度仲有酒水任飲，同埋有小食。
夜晚7點個天都仲光啊，可惜睇唔到靚嘅日落。喺酒店嘅餐廳食呢餐生日飯，味道都唔錯啊！呢間酒店嘅特色呢，就係個早餐做到好似去野餐咁，每人揀一份主食，再自己夾沙律斟嘢飲，俾個野餐籃嚟裝住，鍾意去邊度食都得。酒店就宣揚環保，但係啲餐具呢，全部都即棄嘅，有啲多此一舉。我哋都係坐喺餐廳度食完就算啦，不過味道都幾好嘅。再去多次泳池，雖然晴天，但係都係超大風。隔離嗰間琉球溫泉酒店呢都有溫泉嘅，所以其實冬天嚟沖繩都可以，因為冬天呢都可以出海觀鯨啦、潛水，又有櫻花同溫泉。朝頭早仲有沙冰，呢個係芒果橙味。11點退房呢，就搭的士去那霸嘅酒店擺行李，然後再去柏港魚市場食晏。不過個價錢呢唔算好平。椰子蟹都幾貴喎，唔知咩味呢？然後不想吃原味的話，就跟那個蟹身體的一起春江炒，然後可以。個粉手螺咧，嗰成支釣唔係咁大條，俾啲條最大。呢間餐廳煮熟啲海鮮麻麻地嘅，嗰2粒帆立貝煮熟就嘥咗啦。之後呢，就去勻那霸市嘅3間釣具店，有人買得勁開心啊！之後再去呢個那哈明 Place 商場食嘢同埋行超市。收到潛水公司通知，天氣問題，聽日浮潛會改地方，唔會去慶良間諸島度睇海龜啊，所以決定退款唔去啦。住呢間那霸 Richmond Hotel， 執到平價780蚊2晚，任食 Blue Seals 嘅雪糕啦，汽水任飲。酒店對面呢間島牛都好好食，又唔貴。
呢日又行又企咁好攰啊！返酒店切芒果食。因為取消咗浮潛啦，所以呢日就瞓晏啲，搭輕軌去古島站嗰間 Shimamura。午餐呢都喺呢度食牛扒啦，呢間都幾好食又唔貴嘅，粟米湯好好飲喎。夜晚就行下國際通，酒店行過嚟10分鐘到啦。回味呢間 Jack 炸雞啊，不過今次食就冇以前咁好味喎。暖霧拉麵太多人排隊啦，而且開始落雨，求其揾間餐廳食下嘢啦。最好食嘅竟然係個燒冬菇喎！呢個七仔金牌蟹肉丁丁意粉難食啊！咁早食拉麵都要排隊，等咗15分鐘。2個人總共食咗3碗，好好味啊！呢間本來呢日返香港嘅，但係打10號波 UO 免費改航班，所以留多1日。保險又 claim 到酒店同埋延誤嘅賠償。不過沖繩呢邊天氣都唔穩定，費事戶外活動啦，所以呢都係去下商場啊、水族館就算啦。喺商場都求其揾啲嘢食啦。呢個水族館呢有樹懶同水獺嘅，不過近期去得多，所以覺得啲魚類就冇乜特別。好似有時段俾錢呢，可以摸佢嘅手仔，不過我覺得海賊就仲得意啲。其實樹懶呢種生物生存有咩意義呢？執去食都唔要喎。呢隻就積極啲啊！可惜出唔到海睇海龜啦，呢個水族館呢，得個1、2隻海龜咋。啲豬仔都幾得意嘅，但係好鬼臭啊！
隔離呢個 Outlet 就冇乜嘢啱買啦。經過酒店附近呢間任食嘅餐廳都好多人，味道都 OK 嘅，又唔係好貴。一朝早又出機場返屋企啦，天氣嘅嘢又冇得預，下次再玩啦〜